Judge, timer. Round one, fight. Round one 第一回合，咁呢場一個西洋拳嘅比賽啦，咁一定係可以用拳擊打嘅，唔允許有任何腳嘅動作啦。咁你見到佢哋全部咧係個打個裝一個身有少少挨前嘅動作嘅，咁就係令到佢個平衡度好啲啦。有勾拳打中肚。咁啊平衡好啲啦，咁啊令到佢哋容易啲去進行攻擊嘅。咁呢見嘅步伐咧都會多少少啊。呢個前手 jab 跟後手勾拳。咁你見到呢場西洋拳嘅節奏都係快少少同啱啱。咁你見而家都仲係一個試探佢嚟啦，攞一個屬於自己嘅高距離，咁啊令到對方係俾自己，仲有一個前手 jab 命中，再一次一個前手 jab， 一個 one two 後手直拳。咁睇嚟目前個擂台控制啊係紅方選手控制得好啲。咁啊，因為紅方選手打多有一個前手直拳係控制得好好啦，咁啊令到南方嘅攻擊距離咧就冇咁好嘅。再一個前手直拳，咁啊南方睇嚟好似等緊一個前手直拳，等咗紅方一個前手直拳之後就進行一個反擊動作啊！一個前手吸出嚟，但係未能命中。咁啊，慢慢逼上前行，10 seconds， 最後10秒。一個前手啫，互中啊！再一個彎出嚟，一個 body shot。一個打回縮 ，end of round one。end of round one， 第一回合結束。咁呢呢場節奏啊，個快好多都，咁大家以拳為主啦。咁啊，紅方選手多一個有一個刺拳動作，咁啊令到南方選手個距離控制冇咁好。咁啊睇下第二回合啊，南方選手會唔會有一啲戰術？第二回合，咁啊紅方都傾翻轉，想一個前手直拳啊，南方都想一個刺拳還擊。咁啊有一個橫勾拳啊，但係都係未能命中，個距離控制都係紅方選手控制得好啲啊。南方想一個右手勾拳，然後反擊紅方嘅。咁你見每次橫勾拳嘅時候，紅方選手都係搭後啊，咁咪令到紅方選手個拳咧就打失啦，然之後可以成功俾自己去攞到一個反擊拳啦。咁睇嚟紅方選手同埋南方選手需要做一啲組合嘅動作先可以成功擊中南方啊，因為橫吸出嚟，但係俾紅方反擊咗啊。一個 body shot。紅方先係用一個刺拳去拉開距離。咁啊，紅方 keep 住想有一個刺拳啊，咁一個刺拳咧係喺個打腳邊咧係一個最快一拳嚟嘅，因為佢距離係最短嘅啦。咁每次擊中嘅時候咧，咁咧會令到南方咧而家停頓，令到南方唔能夠咁及時即刻反擊得到啊！再一個 one two。30 seconds left， 一個橫勾拳 body shot， 再一個刺拳使咗個反擊，避開咗，一個 jab， 咁啊南方想咗一個吸除反擊喎好似，咁啊等一個機會，10 seconds， 最後10秒 ，body shot。Stop! End of round 2， 第二回合結束。Congratulations!